今天表主寄嚟一隻浪琴表，成隻表嘅外觀幾殘舊，表帶已經斷咗，表殼上面污糟都幾多。呢隻表用咗早期嘅 ETA2000機芯，接住落嚟會逐步拆解檢查機芯狀況，暫時睇落去冇乜大問題。防水圈老化要換過，機芯入面啲油已經乾晒，整體做翻個常規保養，解決走時唔準嘅問題。全部拆散之後做深層清洗，啲零件洗乾淨咗，走時先至會準確。機芯零件大致完整，冇乜明顯磨損。裝好之後調整走時數據。